欢迎回机行朗读第3段第36页。伊带我行入一间图书室。迄间尊顶的图书室虽然无大间，毋过真有气味。有闪面壁的册架仔，中放2排长形的读册桌，另外阁有一片小门通对内底经。我互散装古册气味吸引，迄亲像是我细汉的时，伫阮舅公开的老汉药房闻到的味，毋过味阁较厚，敢若一支拿过补药汤的后车仔存来伫鼻仔头前。伫海涌起伏之间，我的胃无啥爽快，只好随意伫册架仔顶头前看册。